大家好，我係香港工程師學會機械、輪機、造船及化工分部嘅 Tim。大家好，我係 Chloe。今日我哋打算同大家分享下我哋機械工程師喺可持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方面有乜嘢貢獻。首先係良好健康同福祉。喺醫學領域，我哋研發嘅手術儀器提高咗手術嘅精準度。除咗手術，喺診斷方面，我哋有份開發嘅放射掃描儀、快速測試等等，能夠協助醫生更快、更有效咁揾出病因，制定合適嘅治療方案，提升治療嘅效率。加上仿生機械臂、機械腳、助聽器等等，可以幫助部分不幸嘅病人重新生活，提升佢哋嘅生活水平。仲有醫院病房嘅通風同過濾系統，處理大量醫療污糟布料嘅工業洗衣系統，處理物流嘅自動叉車等等，都有我哋心力喺入邊噶。另外喺藥物生產方面，更係唔少得化工工程師嘅投入添。加埋平時我哋都會用到健身器材，幫助我哋平時維持身體健康。除此之外，喺清潔能源方面，不論太陽能、水能、風能同潮汐能發電，背後都有我哋機械工程師嘅付出。而化工工程師透過研發新技術，提升能源儲存同埋使用嘅效率，就可以減少能源嘅浪費。包括開發新電池同改進電池技術，提升摩打效率、回收同重用能源等等。嚟緊目標產業創新同基礎設施方面，同我哋有關嘅有焚化爐、廚餘回收等等，利用廢物發電，減少堆填造成嘅環境污染之餘，降低燃料嘅消耗。另外，智能電網可以更有效同實時遙控電網嘅使用，提升整體能源效率。而公共交通系統嚟高鐵同地鐵就降低咗出行嘅碳排放。至於創新，立體打印令一啲以前做唔到嘅設計變成可能，仲有新物料嘅研發同應用，可以提升現有系統嘅性能。咁多謝大家收睇啦，方便嘅話可以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G。